各位亲友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30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国内的本土病例一时加真济。新北市昨昏新增加11个本土病例，其中有1个是邦桥远东百货公司专柜小姐，另外10个是三甲一户人家家庭内的群组感染。另外，伫台北市昨昏嘛有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内底有1个是真正对美国返来台湾已经做过2档 BNT 预防射的民众，因为伊又搁要返去美国转去做体检，验出阳性。伫台湾的这段时间，伊捌去过基隆、新北、桃园、宜兰甲花莲这些所在。新北市至到增加11个本土个案，是全台警戒降做日级以来第一摆上位数。2个新增加9个是国家隔离阴转阳，其中三甲有10个，邦桥1个，三甲群组属于家庭群组12人共大10人确诊。医疗控制2个因为要去病院检查做胃镜，采检阳性 CT 值31。伊的太太、2个后生、2个查某囝甲太太小妹外甥2个囡仔拢确诊，只有1个外甥甲太太小妹朋友2个人采检阴性，这家庭群组CT值拢比30较大。除了扩大采检以外，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向中央发挥对CT值比30较大、无传染力确诊者，要赶紧制定一套机制。CT 值大于30的，大部分都已经是旧案，没有传播力。这些状况，我们必须要采取另外一套建立新的机制，不然的话，万一没有具有传染力，我是过旧的个案。会不会对经济生活、教育会有一定影响？新北市增加2个本土个案，除了三甲家庭群组案以外，另外一个是邦桥大湾百货专柜小姐，大湾百货已被停业清销，1310个体检是阴性，因为相关人数还在确定当中，29个暂停营业1天。台北市29增加2个本土个案，其中1个7月23为美国入境，已经做2剂 BNT 疫苗，8月初5采检拢是阴性，7月登去美国进行采检阳性 ，CT 值36。伊的行踪有去基隆、新北、桃园、宜兰甲花莲5县市，甲另外一个新增加个案同款，感染源无清楚，要搁调查。它的 CT 值高达36，所以也可见它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针对行踪，台北市卫生局要了疫调，暗过有店家已经公告接到确诊者的行踪。中山区的点心店、加拉面店拢经暂停营业消毒。新北市也公布确诊者的行踪，去过白沙湾海水浴场、邦桥大圆柏、居酒屋甲土城素食店，也提醒去过这个所在民众爱注意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高温稍热，双北、桃园会到高温的警示，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做伙看温度。今日过到了后，各地山区、瓦近山区的平地，中南部会落西北雨。伫这方面的台东、恒春规工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爱说日雨有时会较大阵。中昼的时天气是真烧热，气象局有发布高温的警示，针对台北、新北、桃园，这是到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日头会真美。紫外线嘛会达到过量到危险的级数。若拜三到礼拜日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落雨所在会较宽、会较大，雨嘛会较粗。拜三过了后，爱说日西北雨、但雷公、强阵风，激烈的天气形态。这个拜三9月1日，伫要开学甲台北市的环保局已经针对高中级以下公私立学校4颗例甲公共设施做消毒。目前疫情指挥中心是安算讲 ，BNT 的预防针若到位，会先互12岁至18岁的学生囡仔大型注射，而且即马打算要伫学校安排集体注射。礼拜日透早，校园大清扫，为大门口开始到邮局设施，搁到便所公共空间的环境消毒。因为礼拜三9月7日就是实体开学日，学生拢爱登去学校上课。学校都准备好了，就是什么用餐隔板啊都准备好了，所以还好，自己做好防疫就好了。就是口罩那些啊，口罩、酒精那些都要带的。要开学教育部关键教职员做疫苗速度已经启动第3阶段疫苗专案配送计划，有29600剂。未赴伫个9月7日进行做的人，教育部补助经费予学校买快筛试剂。指挥中心规划，若 BNT 疫苗到会会提供14到18岁学生先注，不过18岁到29岁的少年人，也包含要开学的大学生甲研究生，要安怎的？好，那但是呢，我相信
是对于年轻人要打疫苗这件事情，那我们这边是非常的谨慎以对。指挥官陈时中指出，对少年人做疫苗的设置，希望有更较好的办法，互因较早做着疫苗。强调对学生以外做疫苗计划也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有秀厝设计登录新制度，伫7月1日实施到打，最近是风声讲伫新竹竹北，每一杯买卖介绍爱57万，创下新高，这嘛伫当地引起议论。新竹县政府消保官是表示讲，当过内政部甲县府大家咧流传的是开价介绍，毋是成交的介绍。讲迄个所在卖到打，一毫嘛拢无卖出去。来关心联合报。咱台湾拄啊经过8年的考验，结果8月份的时，中南部阁拄着上大雨，落出灾情。农委会的水保局即马拍算要推动国家级的大规模防山的警报，明年底进前会伫34大高风险地区来斗警报。若按算伫民国115年，会替全台湾98个所在，大约有6600外户会列入警报的范围。来关心中国时报。咱台湾已经食力，中国的军机是日头飞来咱的空隙。若中国的人士偷渡来咱台湾的案件嘛，日头咧增加。一年来已经有13件。法务部甲高检署认为案情无单纯，专工派检察官信访两个中国的偷渡客，嘛有发出公文要求全国的地检署要赶紧侦办偷渡案，了解背后的动机。来关心咱国内昨是一捆头新增加几若10例的本土病例，本土病例部分主要是伫新北市三甲出现家庭内的群组感染。另外，伫公费的预防社医药平台，伫顶礼拜六有新增加 BNT 这个选项，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83万人经要注 BNT 这款预防社。若一刻关乎咱台湾3万栋的莫德纳预防社，伫昨昏也已经送到位。捷克政府关乎台湾3万剂莫德纳疫苗，台北时间8月27透早，为本拉格机场客运，而到尾暗嘛顺利送到桃园国际机场。指挥中心表示，会依照流程风险检验，3万剂莫德纳疫苗会纳入现有注射计划。虽然感染科医所认为，若是面对印度变种病毒，只注一剂用要是无啥物保护力。暗过指挥中心定调，国内所入去的注射计划也是先提悬第一剂的注射率。打1剂效果很低，那但是跟没有打的人又更低了，所以目标还是把第1剂先广泛。那应该专家意见是说，如果在只有打的第1剂的涵盖率，那并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社区的保护，然后到第2剂有施打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那对于社区的保护会比较好。国内第礼拜日也停止连续2天本土家庭计划，增加13个本土个案，其中有4个感染源无清楚，有11个伫新北，2个伫台北市，增加10个境外移入，其中4个拢注过疫苗，其中1个人注过胶性疫苗，其他分别伫中国甲印度拢注过当地疫苗。有4位是符合这个突破性感染的条件其中是序号1这一位那个中国境外入的。他是接种比较特别的疫苗，他在4月、5月跟8月初有在中国接种过当地的智飞疫苗。那另外序号2是4月份有接种了2剂的科兴疫苗，序号7是5月跟6月有在国外接种了2剂的这个也是印度制的这个 Covaxin 的这个疫苗。外电报道，一项研究显示，伫中东8年做的新冠疫苗当中 ，AZ 疫苗伫预防大耳甲死亡效果比 BNT 疫苗较好。指挥中心回应，要看这个研究分析的时间甲当时流行病毒株，按过去综合各国数据 ，AZ 甲 BNT 疫苗效力差不多侪 ，AZ 莫德纳甲 BNT 疫苗预防重症死亡有真好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阻挡变种病毒，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决定要有关航空业技术人员返来台湾回国的防疫措施。第1日开始，返来台湾袂当干那伫厝内居家检疫，拢一定爱去防疫旅馆，也是公司的宿舍。另外，因为有技师做2档预防车了后，嘛是去袂着，所以疫情指挥中心无排除要针对做过2档预防车的机组人员加严防疫措施，延长检疫的时间。
指挥中心8日公布，一个中型航空台湾籍机师已经做完2剂疫苗，有关确诊，由地方政府进行调查。其中列出26人采检，其中19个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其他也伫检验中。这是咱国头一个技术员突破性感染。依照现有技术员检疫的规定，若完整注射2剂疫苗超过2礼拜，而且抗体检测阳性，返来台湾敢若需要7天的加强自主健康管理。不过，即阵出现这个突破性感染的个案，指挥中心已经在专家会议讨论，要加严来做这个检疫的做法。我想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如何去落实它的那个居家检疫跟自主健康管理，是不是有一个监督机制，或者一个比较严格的处罚机制啊？因为有的时候在那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时候没有严格去监督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跑出去外面。感染科医师分析，一个确诊的技师注射2剂 AZ 疫苗，有国外研究显示，做完2剂 AZ 发生突破性感染的几率大约是20到30%。不过，若是为着印度变种的病毒4天就传染了，技术员检疫要确实并且落实法则，才法度防堵。不过，技术工会讲，这个技术的疫情调查拢还未完成，即阵讲加严来检疫也伤早了。一回来就要做筛检出来的，那表示这样子的一个筛检的一个这个程序跟做法。事实上，我们是应该给正面的看待的。如果要讨论这个单独的 case， 可能现在太早。有专家认为讲，每一个人做完疫苗了后所产生的抗体无同款，会用对技术员的抗体检验结果来检视保护力，再来修正检疫的做法。另外，指挥中心表示，未来做过2剂疫苗的技术员检疫的做法会向加严来修正。最近的检视所有国内外管理的流程，看是不是有漏沟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超过45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加强新增加23例，目前咱台湾是15983例。中国的病例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是已经超过14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900万例，印度是超过32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669万例，法国是超过681万例。来关心美军是证实讲，昨昏因有出动无人机，成功去查到一台驶向喀布尔机场的自杀炸弹的车辆。这台车甲伊斯兰国的分支 ISIS-K 有关系。另外，伫机场附近某一大人家厝互火箭、互炸弹攻击，嘛造成一个囡仔不幸死亡。目前也毋知影是谁做的。这台规台拢损害车，听讲是互美军用无人机空袭的自杀炸弹车。附近的民众挖起看，内面拢是废料。قضیه ساعت 5 بجه هست بود که یک صدا آمد. صدا که آمد یک شوهر شد، قرصه شد که ما وقتی خود ما حضور داشتم البته. که پایه ما شدم حرکت کردم به طرف خانه همسایه دویده آمدم که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奥本讲，这台车迄人真正驶往机场，车顶有几落的自杀炸弹客，有正即时的危险性。美国成功拍到目标，车爆炸2遍，就知影讲车内有正侪爆炸物。这边无人机行动，解除伊斯兰国分支 ISIS-K 对机场的威胁。另外，无病人受伤的相关汇报。伫奥本针对这件无人机的空袭行动回应进前，有报道讲，伫机场附近有正大声的爆炸声音。美电社讲，机场西北边附近有一间名体互火箭攻击，有儿童死亡。目前也无组织成立犯案。这2件攻击案的相关资讯也唔知影。塔利班初步认定是2个无同的攻击事件。虽然目前伫咧机场的铁军铁桥行动已经到最后的阶段，时间也无多啊。美国情报官员早先之前讲，受到具体可信的威胁，也是强烈建议大家赶紧离开机场。美国总统拜登29去德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亲自迎接2人伫咧阿富汗遭受自杀攻击的殉职的美军遗体。拜登也是美国第4位见证阵亡将士回国的最高统帅。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那美国国防部嘛有公布，伫喀布尔机场受攻击不幸殉职73个美国阿兵哥的资料，内底有2个是女性，有5个敢若20岁尔。伫美国民众是降半旗，也搁绑黄色的丝仔大爱刀。即马美国嘛已经开始有人在批评讲，政府撤军的行动真失败。
喀布尔机场恐怖自杀炸弹攻击殉职的13名美军的士兵，11人隶属海军陆战队，1人是海军的医步兵，1人出身陆军。内底2个人是女性，年龄上大是31岁，其他的12个人拢只有20多岁。5个人的年龄甲阿富汗战争相反大20岁。加州、俄亥俄州、满州、犹他州这殉职士兵出身的所在，200有民众自动用降半旗、甲黄丝带方式来表达因的哀思。Best kid in the world. You couldn't ask for any better. Loved his family. His sisters absolutely adore him. 波士顿的满洲阵亡英勇纪念碑，迄间有90人哀悼这殉职的士兵。2007年后生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马里卡拉汗女士，真想起来指责这特军行动真失败。若是较早的军官看袂落去，批评阿富汗特力行动是乱糟糟，向伊的将领士兵也不满的情绪。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史都华特·谢勒中校，就伫面册上传一段叫做《伫美国领导人的影片》。讲到最近海军陆战队内部的册心加失志，也个真生气。People are upset because their senior leaders let them down, and none of them are raising their hands and accepting accountability or saying we messed this up. 影片一个公布，2天就55000次的分享，53000人按赞。另外，海军陆战队发言人是伫礼拜宣布提调谢勒中校营长职务。对此，谢勒中校伫面册发文来回应，讲今年若换做是伊做中官，也会做相款的处置。伫退役进前，除了社交平台的内容，伊袂阁再发表任何声明。谢勒中校也讲，美国有真侪问题，不过这是我的国家。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也门这个所在嘛无平静，也门的青年运动这个极端团体，昨昏是针对西南部多国联军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造成上无30个人死亡，60个人受伤。也门南方部队发言人是表示，这个青年运动的反抗部队利用无人机甲飞弹，对沙乌地带头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造成严重的伤亡。2014年的时，这个团体就要想要推翻哈迪政府。内战一直到今，已经有几万人死亡啊！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塔利班攻占阿富汗，传出将来拢唔捌见光的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艾昆萨达，伊个人其实就伫阿富汗，而且拍算要出面对外公开。来关心美国计划伫8月30日撤离阿富汗，美国总统拜登是警告讲，伫喀布尔可能阁有会发生恐怖攻击，所以美国嘛继续针对 ISIS-K 发动空袭。来关心强烈的风台艾达以强度4级的风暴伫路易斯安那州登陆，当地传出严重的灾情，超过12万户失电，道路嘛淹水。镜头搁倒来咱国来关心高雄有来到第2件肉品内底验出非洲猪症病毒的案件。这是一个越南的移工向新北市一个负责人买60包牛肉干甲鸡肉丝，那鸡肉丝内底是有含猪肉，猪肉内底有病毒。目前当地扩大追查，看这肉品的来源甲流向。纸箱内底满几10包的牛肉干甲鸡肉丝，拢是高雄公山一间工厂的越南移工向新北市一个顶线妇人买的。因为新北市进前掠到走私非洲低温肉品的妇人着姓张，警方接到通报，唔敢大意，今仔就伫个产有猪肉的鸡肉丝内底验出非洲低温。向境外的越南卖家所订购，寄送来台湾，可能是到台湾之后，再透过这个新北市的郑姓妇人所寄送。鸡肉丝的部分呈非洲猪瘟阳性反应。那这边也要特别呼吁一般民众，切勿自国外非法输入一些肉制品，或者是由网络购买一些来路不明的肉制品。这是高雄第2件肉制品验出非洲低温，检警当地追查肉品的来源甲流向。高雄自2月3号查到第1件有非洲低温的肉制品了后，各单位加强稽查。2月7号伫南马溪炼油厂宿舍菜市仔嘛查到有摊商伫卖来源不明的越南酸肉。检视确实发现来源及标示不明的粤式酸肉3包，予以查扣送验。摊商唔拿卖来源不明的酸肉，佮有过期的烟尘等肉制品，由卫生局查扣，以违反食安法开发，并协同警方追查肉品的来源。警方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的肉品，会使通报相关单位，共同防治非洲低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为了阻挡非洲猪瘟伫咱台湾拓开，农委会已经宣布讲，从9月初开始，袂使用喷饲猪，袂禁止1月日。
董委会做会陈吉中伫昨昏嘛将讲去甲市场农的代表会谈，嘛可劝讲千万袂使用喷市场，也毋过伫自备时也是有掠到4间业者违规，而且这喷拢无行过。陈吉中是讲，即马防疫一定要做好调整，为着保护咱台湾的市场产业，千万袂使急放放。非洲伫这灾前可能就要逼出来，农委会公告对9月初开始，畜牧场暂停使用喷来饲猪，政策即摆来实施。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甲中部饲猪的代表来座谈，陈吉中也坦白讲，虽然一再呼吁卖用喷来饲猪，不过也是查到有业者违规。阮昨查到是4场嘛，6400场的养猪场，只要有任何一场得到，所有6400多场也完全受影响。陈吉中强调，非洲地区可能经由喷的高风险的途径来传播，所以初一开始喷暂时停止进入畜牧场，也毋过喷处理是真大的挑战。即阵过来一天喷的数量上少有1200多吨，就惊这政策实施了后衍生喷的问题。台中市农业局表示，即阵有4个安排场会使来处理这个喷，会真紧安排进场的作业。不小心进来，这个养猪产业都会产生重大的一个影响。不过，餐厅的业者是真烦恼。以这间餐厅来讲，敢若是备料就会产生真侪假纸皮，每个月拢要开几啊千块，请业者来处理。一旦禁用这个喷的政策来实施，烦恼喷无人通收，会衍生更加多问题。虽然是有钱，可能也没有人要收啦。你再给他多的钱，都没有人要收啊。会变成这种状况啊，因为他收了，他也麻烦啊。突然之间又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等于是说要花很多的时间再去想我们的配套方式。业者认为政策实施无过渡期，喷真多麻烦的物件踢来踢去，即阵食的物件尽量互人客包包的炸断去，也呼吁政府尽紧做好这个相关的配套。记者综合报道。加上期，咱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新增加13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522例，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伫新北市是6883例，台北市是4855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4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274例，台中有207例，昨昏新增加1个死亡个案。目前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983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22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这礼拜特别开学啊，昨昏早日真侪观光景点人拢吵。大家是把握休在买丢，赶紧出门去佚佗。尤其伫屏东，因为有条件开放会使耍水啊，拜六礼拜2天就吸引5万的游客去行搭。食中段时间，人客拄踏入餐厅，就听到已经客满啊。疫情较厉，民众挡袂牢，出来偷开一个。屏东的垦丁这礼拜有将近5万名的游客，和超商的停车场4个拢是汽机车。还蛮多的啊，还蛮多人的哈。可能是开学的前1个礼拜，大家可能都会先出来玩啊。有多一些啦，都补啊，也没有跟之前的暑假比差很多。趁着好天气，民众带厝内底人来到垦丁的海边耍水。台湾7月底就降2级的警戒，也个屏东的海域开始这礼拜才开放会使畅水受水。这么简单，垦丁的夜市啊，佫出现真侪游客情形，却已经是休热最后1个拜六，也有业者烦恼讲了后生意唔知伫倒位。昨天晚上大家也都会告诉我说，会不会这个礼拜过完就没有什么生意？我说，我们还是第一要先把防疫做好，那慢慢来嘛。期待这个中秋有4天的连假，然后呢，再来就是期待我们的5倍券发挥经济效益。第6线来秋冬的小月，屏东县政府进行宣布延烧55专案，互大饭店民宿补贴扩大到一般的民众。观光业者嘛爱忍耐，做好这个防疫，希望下一个连续假期加5倍券的实施，能够再创下观光的高峰。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菜色产量是占咱全台湾的1/3，英国要因为产期较集中，变若大出就会落价。若前一阵仔是因为落大水雨，农业损失较真严重。云林县政府即马打算要向中央争取起农产品、肉品的冷链物流机制，希望会当稳定咱国内的农产品甲肉品的品质，嘛互生产甲销售会当与其平衡。粿菜大雨造成云林县真侪蔬菜产地淹水，
和近期的菜价持续在悬价上。但过去农民嘛捌因为蔬菜产期集中，发生菜头菜根的情形。为着要稳定调节，温光府向中央争取总经费12.5亿，希望建立云林农产冷链物流中心。我们要解决相关的供销失衡或者是通路上的一个变化上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它也需要有更多上的这些从集货场，然后到冷链然后之后的这个保鲜或者是结切，然后到物流上的一个体系，这的确需要。温光府表示，因应疫情，真侪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乃当透过冷链物流，对等直接供货大卖场，增加卖少的农产通路。另外，温光府嘛向中央争取，希望建立云林特产的冷链园区，将云林的百品市场转型变成为现代屠宰冷链分测场。未来在国际的趋势以及食品安全的要求上，未来可能会走到土地拍卖、土地评级也就是说活猪不拍卖不外运，所以正在这个我们是饲养毛猪的大县，我们应该是带头来做所谓的冷链提升。温光府表示，农特产品的冷链物流，会当将农产集货分级和移领保鲜，阁会当裁切包装和仓储运送和线顶的交易，维持农特产品的调节，和价效果稳定，来因应天灾所带来的巨波动。这是农业发展的长久规划。记者为你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屏东九如奖的台湾金蕉研究所对金蕉的保证、改良、生产甲运销，拢正拍拼咧做。为了要让大家更加熟悉金蕉，园区内底嘛有规划特殊金蕉品种的展示馆，收集10款台湾罕看罕见的金蕉，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卖。今日去台湾金蕉研究所有一间特殊品种的展览室，内底有真侪种的金蕉，实在是真有看头。让大家可以利用休闲的时间来这边体验跟参观一下一些香蕉不同的特性。最近是兰树金蕉的采收期，这款金蕉的肉是偏柑仔色，吃起来较酸，和一般咱吃到的是无同款。比较没有那么的甜，然后就是比正常芭蕉来的绵密，然后又有点酸酸的。通常呢，一颗这个香蕉植株呢，大概4到6个果把，那每一串呢，大概是在12个果子左右。助理研究员是表示讲，兰树金蕉的维生素 C 和有机酸的含量是真悬，加工了品质也是真稳定。但因为无法度抗黄血病，爱好好栽培是真困难。未来若是培育出抗黄血病的种，有希望加做金蕉市场的新产品。保育嘛，它如果已经不见了，它就是没有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市场潜力的香蕉品种。台湾金蕉研究所是全台湾唯一研究金蕉的单位，透过特殊品种的保存佮有改良，让民众有机会熟悉无同种类的金蕉。有兴趣的民众就爱先预约，才通来到金蕉的多元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的7、8月份是风台季节，因为外围环流的关系，咱台湾的关山拢有机会会当看到分布这款奇景、这款大景。之前就有民众去翕照，嘛带乡亲咱做伙来看。若到当年的7、8月，就是咱台湾的风台季，时常会带来大阵的风雨。规在台湾正中的南投县，因有山势地形的地引，少时才会受到风台的霜冻。颠倒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若有机会徛到山顶，就会当看到风起云涌、山海和云海交参的壮阔。我们这里的山区的云层的变化相当的快哈，那像云的话，好像是滚动式一样在滚。那晚上的话，那个夜间的那个云海哈，也是这样子在滚动哈，它拍起来很漂亮哦，就是云海还有搭配这个琉璃光哈，那显现的相当的漂亮这样子。民众在南投鹿谷的大仑山特别采镜头记录到这瞬间，只有风台要来夜透大风的时阵，才有机会看到云海起价的天然美景。前一秒也风平浪静，下一秒煞风云变色，时时拢有变化。尤其是若到黄昏时阵，佮加上日头的倒色，有影是真声人目。经过我们大仑山这边，发现这边云海非常的漂亮，所以促使我留下来观赏了一下，欣赏了大自然的一个美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非常的气势汹涌，变化无穷，觉得真的好美哦！希望呢疫情过后呢，还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来
好好的欣赏这个美景。所讲的云海起价，就是冷空气吹来，积在山前的过程当中。等若到冷空气积到关过山头，水汽和冷空气就会顺山势加落半山，看起来就若瀑布、水墙同款。行关山无定着看马烧塌，大自然的风光美景随时候等。等若疫情稳定，也随时欢迎众人到地来游览。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新北乡的国校啊，因为即马学生囡仔愈来愈少，日本屏东县政府是按算讲要甲学校合并，也毋过即马拍算讲要转型，要转做实验小学，即马变做屏东第3间实验小学，是按算要甲艺术甲教育揽做伙，希望培养每一个学生囡仔都当成做生活艺术家。伫屏东新北乡的大成国小，经过差一点仔和北京学校合并的命运，即马已经转型做实验小学，邀请到台北市关岛文化艺术基金会来经营，按算含对台北艺术大学毕业的艺术家、云门舞及舞蹈教室等等的丰富艺术资源合作，准备发展艺术美感教育。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艺术，我们真的相信，所以我们认为大成艺术小学是以人为本的身体教育，同时要根基于在地的自然环境跟人文景观，同时要根基于每个孩子的美感经验跟创造力。为了永续，去大家成立一个基金会自己跳下来，洗碗兼撞钟。大成国小正做屏东县内头一间以艺术做主题的实验小学，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会比一般体制更加多元创新。以公民美学的理念发展，课程主题以艺术、环境和文化3个方向来做学习目标。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大概在整个课程的编排，跳脱传统，突破这个框架，作为我们在教育更多的基础人才的一个地方。屏东大成实验小学希望培养囡仔成做生活艺术家，透过艺术配合教育，除了栽培人才，也互屏东在地人文有进一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东港除了上界出名的影王，也嘛有保留真济真正美的传统文化。亲像是建摆伫旧历的7月，大概7月，人讲几啊月的时，会调丁仔厝来甲好兄弟照路。旧历7月鬼门开，各地头拢有真济相关的禁忌。不过其实嘛有真济典型台湾人敬重鬼神、充满人情味的风俗。亲像中南部也阁有丁仔厝这项文化。第一，真正是照明用的，好兄弟啊，真正来要有路灯，伊无以前船头村尾拢是像就天很暗嘛吼。第二个是要给好兄弟休困。第三个最重要，也告诉好兄弟了哈，这个路灯的后面是有人住的，你就不要进去打扰了。丁仔厝也就是普渡公灯，嘛有人直接讲路灯，有各种无共款的形式。伫7月时啊，点来甲好兄弟照路的灯。伫东港等等的地区，是用茶做小金厝啊来点灯。在地文书工作者表示，除了传统民俗的意义以外，这嘛是一种珍贵的工艺。这项的一寡工艺已经慢慢式微，北港也好，也是金嘛好，人因阁有保存这物件。啊，东港为什么拢无地去？那会当甲这物件甲汇集起来？这嘛是真好看一个艺术品啊！虽然这项在地风俗已经渐渐咧消失，也是有部分居民希望会当保留这项传统文化的意义，互旧历7月感念真人的精神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车城海口港有一间会当哪看展览、哪看海的美术馆，而且即阵阁有一只古水的大怪兽春江兽趴伫美术馆的厝尾顶。一只大只的怪兽趴伫咧屏东县车城乡海口港看海美术馆的厝顶，真侪民众专工来翕相。远远就看到，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来支持一下。非常可爱啊，很疗愈。从我在对面长滩饭店工作了，那我们饭店从高楼层往下看到这一只，非常的疗愈。这只14米高的大怪兽，号做春江兽，是国内当代艺术家阿丽的作品。阿丽表示，因为疫情，真侪人拄到生活的困境甲失败，毋忘利用伊古锥的作品，
鼓励大家继续勇敢向前行。那希望在一些挫折跟失败当中，还是要用幽默感，还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它，然后很快站起来。所以外面会有一个沉降怪兽，很可爱的这样站着，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勇往直前。看海美术馆进前是候准式，经过屏东县政府征收了后，变做全国唯一一间会当看海美术馆。因为疫情的关系，美术馆有限制人数，若要入去内底，就要先注文。不过因为即阵有古水的村工修伫咧厝顶甲民众做伴，所以逐工有约的名额拢真紧就抢了了。为恒春半岛甲观众带来无共的艺术旅游体验。记者综合报道。人拢讲疫情影响生活，也毋过台北市伫顶半年分出去的爱心餐券却是减2成。等到由里长来打造的食物银行，因为疫情期间需求量增加，互人质疑讲市府是做甲评里长也搁较歹。社会局表示讲，未来会检讨，卖甲民间合作，而且按算10月份进前，咧爱心餐的店头会增加到200间。从5月份疫情爆发以来，不少民众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大休无薪假。台北市推出爱心餐的政策，不过今年顶半年在疫情期间发的爱心餐券，竟然是颠倒减2成。台北甲新北来比，新北市按算要招1000间做食的店头，协助20万人次，互有需要的人会当食一顿饱。台北市合作的店头，敢若有55间。台北市基层的里长，家己打造民营社区型的食物银行。在疫情的期间，供餐的数量无像市府发的爱心餐券减少，等到需求量是大增加。在疫情期间的分享面包，大概从30公斤，我们就已经发到60公斤到80公斤都才够制作便当送去。他们发放的量从80个、120、150到200个，都排队的，这些人几乎1半以上不是街友。台北市社会局强调讲，未来会增加店头的据点，按算10月底进前会达到200间，结合民间团体、社工甲林里长串联起来，嘛会提供多元食食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水上乡当咧起一间太空馆，工程预算是1亿4000多万。不过时间3天就要被正式验收咧，即马说互议员发现讲，8月初大水雨的时是造成内底的漏水。县府昨昏有去现场，要求要赶紧改善。他会做一个起来像门槛一样，然后这边再弯过来。说明刷落若是搁落大雨，会当改善室内淹水的方法。这个时间3年，预算1亿4200万的太空馆，8月初的时阵，因为家己落大雨，室内出现漏水、淹水的状况。北约2馆现在在出验阶段嘛，那也发现这个强降雨最主要是屋顶屋顶它这个水的瞬间的排放不足，所以造成会往室内来流。这个太空馆是太阳馆的2期工程，建筑外观嘛参考福尔摩沙1号卫星，为着要解决漏水的问题。嘉义县政府是坐会看了后，要求厂商赶紧改善。那有些是当初设计的结构性问题，那有些是整个透过这一次的豪大雨那确实有抓到几个渗漏点。经过这一次的那个水有改善的问题的话，大概我们目前都抓出来，那会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保护。县长表示，大雨无应该当做室内漏水甲淹水的理由，即马有找到问题，希望赶紧改善。或者个国内太空教育的新场所会当伫12月来试营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德国的囡仔故纪念动画有300多篇故事，伫全世界已经翻译做100多种语言，即马嘛有台语的版本哦。这是成大的台本系副教授陈丽君甲伊学生伫今年6月份推出的，而且佫有声册用台语讲故互你听。阿妹啦，我早鸡两个甲酒来，紧开门。大家珍惜的外国囡仔故纪念动画，即马嘛有台文版本哦，像翁无仔，佮有阿妹仔，你敢约会出来是倒一个故事？阿妹仔，家己的头鬃放入来食。这个查某囡仔是安怎会互管理遐？是因为因妈妈吼去偷食着即个隔壁人这腰脖颈的即个妹仔菜，所以阮较会家己翻做即个阿妹仔。伊即个名称就会使结合讲，妹仔菜阿妹仔。
作者陈丽君甲伊的团队尽量甲原汁原味的德国民间文学翻译过来，连内底的字词安怎结合台语的语感，拢真讲究。像故事图摊内底，就有一句道具用台语念起来，就真趣味。伊讲树啊摇叮当，金衫银的斗相共，甲阮装好水当当，就变啊破啦！才拄念煞，鸟仔就位树仔顶。等落来一领用金链银珠贴甲水当当的衫。其实咱是要甲一寡咱台语原本无的，甲翻译过来，真做咱惯习来普遍利用的。所以讲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台语文，伊是有文字的书写的语言，其实会使真准确来表达各种的思想文学。这本你无听过吉林动画，德语、台语拢有，呈现出原文内底故事的黑暗面，甲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甲咱细汉读过的版本可能有出入。毋过翻译者希望透过这来表达教育性。规本册总共收录5篇，请小学生来念，嘛希望制作这个年纪囡仔的一个图本，互青少年嘛会当透过台文增加世界观。记者林雅文、赵水台北报道。另外，东京帕运即马当地日本举行，全世界选手有4400多人参加，创下新高。外界嘛透过帕运，咧看日本的无障碍环境，也有对新障者更为优先。虽讲日本政府已经真拍拼，大家嘛感觉讲日本真进步，是咱学习的对象，不过也是有专家认为也有改善的空间。日本的轻艇选手走访正华，坐轮椅要入去车站坐车。虽然今年伊无摕到帕运的比赛资格，也是希望参加相关活动。在新疆选手努力下，会当互日本甚至全世界民众拢会当平等对待占全世界人口15%的新疆者。競技をしている人っていうのは確かにすごいことはや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それは決して超人ではなくて自分と同じ人間なん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もらいたいです。日本伫咧2013年摕到这届奥运的主办权了，就积极促进新疆人士的福利。在过去8年，已经修2变法，要求设置公共设施的无障碍环境。到2019年，东京都内面有96%的地铁站设电梯，82%的车站有装月台门。甲2013年的56%比，更加保障新疆者的安全。有一项调查显示，57%的民众认为新疆人士无法度甲一般人做阵生活。日本法政大学运动科学部的教授田能纪昭认为，虽然日本社会因为办帕运有所改变，不过变化无大。カナダにいる時は障害がある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こと全く気にしないで生活をしているので、日本の空港を降り立った途端にそうそうこの国では私障害者だったのよみたいな、だからまだ人の意識とか態度とかそういった面で日本はまだ伸びしろがかなり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ですけど。受疫情影响，帕运共款无互一般观众入场看比赛，所以外界就担心这种做法可能会减弱社会大众对新疆人士的关心。不过 ，IBC 国际帕运委员会主席帕森斯认为，帕运本身就是催化剂，民众直接看到选手因的比赛了，观念就会改变。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来关心环境，意大利最近是一直咧推广绿色能源，嘛伫社区的建筑物厝尾顶倒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就免钱提供给当地弱势家庭使用。另外4颗粒啊，拢是海的新加坡是伫蓄水池去铺伫水面上的太阳能板，面积是大，有45座骹球场遐尼大。绿色能源的发展愈来愈普及。根据统计，目前全意大利已经装超过100万的可再生的能源装置，贡献全国19%的电力来源。自都市到庄卡所在，拢伫咧做绿能。伫南部那不勒斯庄卡一间专门收容适合儿童的机构，就伫咧因的建筑物顶头厝顶装166个太阳能电池板。以后，这款太阳能装置甲其他社区的电力系统啦连做伙，就能提供至少40户中低收入户家庭的电力，平均一年会当省200到300欧元的电钱，换算台票是6000到9000，对这款家庭来讲帮助是不止啊大。
Sono soldi che noi potremmo spendere di più per i nostri ragazzi, per un paio di scarpe in più, specialmente quando poi in famiglia il marito ha avuto purtroppo un infarto, non c'è più un'entrata fissa mensile. 伫意大利，即嘛有11个社区采用这种模式，要慢慢地塞到全国。这项计划唔但当减少贫富差距，又可以当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太阳能板铺伫咧跳水池顶头，面积有45座卡球场遮尔大，会当供应5座自来水厂的用电。Behind you can see this is one of the arrays. We have 10 of these arrays, and currently it's already operational. 新加坡的面积只敢若2个半的台北市，不过人均排碳量伫咧亚洲排第一、第二。伫环境的限制下，新加坡政府决定要建造浮动式的太阳能发电厂。12万片的面板就占跳水池的1/3，总发电量6万千瓦，减碳量相当是7000台车的碳排放量。每一块太阳能板会当挡25吨，以后为何会当用无人机电机去巡？新加坡为了要赶伫咧2030年进前将减碳量，伫即马还有4座浮动式太阳能电厂伫咧进行。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各地拢是高温烧热，伫上北桃园有道高温的警示，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若过到了后，山区是爱细日西北风。带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